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聊在美国闲聊时不能问的问题。娃娃 TV。为什么会想做这个呢？因为我实在看过太多尴尬的场合了，很多刚到美国来的人不知道美国这边的文化，所以在跟别人闲聊的时候呢，就以自己国家的文化来问别人很多问题，然后把场合搞得很尴尬。好，那在美国到底什么问题是不能问的呢？美国人很不喜欢被问到年纪，尤其是女生。我们将心比心的想一想，如果你现在20-30岁，然后突然被叫成叔叔阿姨的，你是不是会很不爽？像我现在就开始训练那些小朋友们叫我 Lisa 姐姐。你看那些20-30岁的人都会觉得不爽了，那些年纪再稍长一点的人呢，一定会觉得更不爽。没有人想要被人家认为老的嘛。体重呢，也是美国人很在意的问题之一。如果对方看起来比较胖的话呢，那就绝对不要跟他谈体重的问题。即使对方的身材很棒，他们也不会想要透露自己的体重的。所以在美国，千万不要问人家体重哦。在台湾被问到收入应该是很稀松平常的事，虽然我觉得应该也有蛮多人不喜欢的啦，但大家就是爱问想知道嘛，这或许有一点攀比的心理吧。这就像是考试成绩，台湾小孩很喜欢去问同学考多少分，但美国小孩呢，基本上是不会去问同学考几分的，因为没有意义啊，知道了又怎么样？那收入也是一样的，收入在美国呢是非常敏感的问题，应该是说美国人特别注重自己的隐私啦。那如果你真的特别想要知道的话，你可以从旁边入手，像是你就可以问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，然后再根据这些信息自己去推敲他大概的收入。但请千万不要问人家的家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哦，除非他自己提到，不然不要问。因为问人家的家人是做什么工作的，对美国人来说是件蛮不礼貌的事情，而且你没事调查人家家人干嘛？在美国基本上就是不要问人家的隐私啦，像是婚姻恋爱状况、有没有小孩、个人健康问题、住在什么区、开什么车等等的。美国人基本上是很重视自己的隐私问题的，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太多关于自己的事情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嘛。大家想想，如果你在外面排队要结账，然后你无聊跟前后左右的人聊天打发时间，然后他在找话题，突然问你住在什么区、开什么车、收入多少、有没有结婚、有没有男朋友啊？你会不会觉得他想干嘛啊？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，还是等一下要去抢劫我啊？其实如果是跟陌生人在闲聊的话，也没有必要去触碰到人家的隐私问题啦，因为多数的人呢都是随便说的，搞不好10句里面有8句都是假的。那如果只是跟普通朋友在闲聊，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可以从日常对话中得知的，所以也不需要特别去询问啦。过度的询问呢是会被当作是在挖掘个人隐私哦，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。我是觉得啦，在美国的社交场合呢，基本上就是虚伪，假装很 nice， 不能说实话，像是你看起来很漂亮欸，还有另外一个美国人超爱讲的，今天很开心，我们下次再一起去喝个咖啡吧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。好啦，我相信应该还有蛮多禁忌的问题是在美国不能问的，大家如果还有知道什么的话呢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，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